再来看英国国会昨针对首相苏纳克提出的禁止15岁以下民众买婚的政策进行一套的表决，是以383票赞成、67票反对通过哦。说来法案会个进入立法。英国目前合法买婚的年岁是18岁，为了打造一个无婚世代环境，首相苏纳克在去年保守党年会提出婚草甲电子婚的法案，会禁止买婚的年岁。 定在2009年1月7日以后出世的人，也就是今年15岁的人口，而且还阁按算当年会甲合法结婚的年岁提悬1岁。法案在保守党内部引起真大的反弹，包括2个前首相在内几个大人物，拢公开表示反对。亲像前首相强生，顶礼拜在加拿大渥太华出席保守党年会时阵，伊讲禁婚的法案根本是取消。 还阁以婚嫁真条的前首相丘吉尔做例，伊讲丘吉尔的政党即马要禁塑胶，嘛较拜托咧。历史上任期上短的前首相德拉斯，嘛以个人自由表态反对，讲这是甲人民当作是囡仔咧对待。卫生大臣阿德金斯在落地进行一读表决，为法案的内容做辩护的时阵，伊指出袂当有食甲条条的自由。Because here in the United Kingdom, almost one hospital admission a minute is the human cost of smoking. Smoking leaves people with premature dementia. It puts them in care, attached to oxygen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fe. 尾啊，保守党开放党员自由投票，也就是讲无需要照政府的指示。不过，在工党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之下，法案的第一读会以383票赞成、67票反对过关，内底有178个保守党的议员支持，57个人反对。 而且有106个人立伫无投票记录内底，保守党下议院的领袖莫丹特就是其中之一。工党的欧亚卫生大臣苏德里廷就批评苏纳克开放党员自由投票，是甲婚草甲电子婚的法案放伫危险的处境，因为伊无当对抗党内德拉斯派系人马。这个禁婚的法案伫正式正做法律进程，还阁有几啊关，亲像上议院表决。 不过有真大的可能会在大选进前完成立法，也就是2024年的下半年。国际新闻王慧文编译。